香港、澳門嘅街坊，你哋會使總價282萬喺香港、澳門買一個車位，還是喺大灣區距離港北口岸15分鐘嘅呢度買一套別墅呢？你冇聽錯，係總價282萬就可以住別墅。前花園呢度有30平方別墅小區呢，係帶有泳池，仲有業主會所、健身房嘅。小區嘅環境呢，都係十分之安靜，距離港北口岸15分鐘嘅車程啫。18分鐘亦都可以去到港珠澳大橋。小區5分鐘嘅配套有乜嘢？有華發商都啦、優越城啦。當然開多5分鐘車程就可以去到山姆會員店。後花園呢度都有40平方，前後花園加埋一棟係有60到80平方，上下5層嚇，總共面積有600平方左右嘅聯排別墅，總價282萬。